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昨甲侯友宜来话话，爱伊讲好清楚，是毋是支持九二共识？侯友宜今仔日接受到访问，讲伊反对台独，反对一国两制，无希望这种的议题来掠离着台湾人的心。也毋过，也是无讲到九二共识。坚定来支持着九二共识的前总统马英九，今仔日访问到相关的问题，嘛是笑笑无回应。我们看侯友宜现在的两岸论述，会觉得侯友宜在闪避9·2共识吗？面对发声简单微微笑，一只手坚定支持九二共识前总统马英九，即摆态度是真压贴。若伊无想要引的关心，可能就是赖清德的这句话。国民党的马英九，国民党的朱立伦。整个国民党都支持9·2共识，他可以站出来讲一遍，他到底支不支持？看赖清德一步一步向前，侯电影嘛赶紧表明立场，强调侯友宜刚才讲过反对一国两制，不过无想要因九二共识的立场，恐惊已经互亲拿真无欢喜。跟国民党的基本的党纲党章是完全一致的。侯友宜市长过去还没有做相关的一个处理以及接触，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，当然我们也认为，侯友宜市长逐渐的了解了以后，我觉得跟党部这边就有一定的默契。侯市长讲得很清楚了哈，这个他用杯跟水的讲法来阐述现在台湾目前我们的国家定位。国家名称就叫中华民国，其他人要怎么样去解读，是不是9·2共识？我想就大家各自去解读嘛。虽然共党的立委想要斗相共收钱，不过语气听起来敢若淡薄解巧。若真做挑战总统台位的参选人，面对九二共识这道必考题，侯友宜都要斟酌回应。我反对台独，反对一国两制，我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也不希望借这些议题，大家来撕裂咱台湾人的心。就算阁一摆说明两岸立场，不过侯友宜同款无讲到九二共识。国民党内定海新站，敢我都甲代志处理甲大家拢真满意。若阮内部立场，就惊大家意见会阁再无同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